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2月15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已经被列为世界3大民俗庆典之一的咸水风炮，今年同款伫元宵节盛大举行。东港咸水武庙的西景路线将会分做5条，而且有侪炮声同时射风炮。主办单位也提醒民众，一定要做好规套的防护措施，才会当算了安全又搁欢喜。由在地乐园舞蹈团这位姿态优雅美丽舞者带来2首无同款风格表演，来揭开咸水风炮记者会序幕。今年除了热烈的新桥射景甲高空烟火秀以外，武庙嘛用到诸事如意、心想事成这位主题，打造了3座 LED 的花灯炮城。市长黄伟哲也诚恳邀请到国内外游客来到台南，体验一场刺激的风炮响演。但不管是天灯，不管是风炮，不管是炸邯郸，其实拢是重要的传统的民俗。其中，咱讲一府二路三艋甲4月金，就是讲咱咸水过去是有名的一个过去上界老历的所在。嘛是因为安尼，咱的风炮远近驰名，而且咱是亚洲唯一入选澳洲 Gallup 杂志全球最佳的10大庆典，而且还是无简单，会当被世界所瞩目。那当然，咱月津港灯节，嘛是已经第8档。过年期间已经有40万人来看，咱希望讲今年会当参访人数会当创新高。所以我想在这边要祝福今天的记者会的发布，会当和更多的咱的市民朋友也好，更多的外管企业朋友也好，国际友人也好，能够让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有这么好的一个节庆活动。咱这届用那个诸事顺利、心想事成用这来大家今年会当平安顺遂。咱的大炮声咱的迄个所有的风炮准备工作已经拢准备好啊。有咱市府团队的帮忙之下咱即摆迄个观光局已经把咱盐水风炮列入世界级活动感谢市府的团队给咱帮忙。在咧冲风炮的过程当中，安全是相当重要的，也因此咸水消防队也在咧记者会现场示范，要如何完整正确的穿好规套的安全装备。那这个材质其实就是帆布啦，帆布，它其实也不会烧，然后这个打到也会直接把它反射，所以这是蛮好用的一个那个材质。好，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防护到你这边以下那我们刚刚所说的毛巾毛巾我们就尽量把它脖子这边塞起来，因为往年也有人受伤是因为炮打里面打到脖子，所以这边尽量还是都把它塞起来。那再加上这一层防护，还有背后，让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们那个很完整的穿着。主办单位咸水武庙表示，今年大约会释放到200外座的炮声，同时四周边也有真侪丰富的活动会持续进行。希望在咧元宵节这天，让每一位游客都能让升个安全、升个欢喜。盐水风炮战。咱的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2019年的月丁港灯节为2月初就开始登场，在地大庙咸水武庙也伫庙边布置了宗教会灯区。其中上界引人注意的，就是水膜会灯，是由台日友好交流协会开了将近100万的运费，为日本青森县请过来展示，先带大家来欣赏。位伫即届风炮中心位置的咸水武庙边啊，有一座首度参与咸水元宵盛事，由日本空运来台湾的水膜天灯，伊的形象是日本的新名陆武大明神。
手中握着钥匙镇压向前地动的鲶鱼，用来纪念着日本东北大地震，嘛代表当时地震灾害台湾积极援助，借此来见证着台日之间的友谊。今年呢是第一次，我们邀请到亲生五所川原市的立睡魔来到盐水风炮参加我们的活动哈。那其实闹元宵哈有一个重点哦，也是希望能够透过风炮来驱除疫病哦。那其实在日本也是一样哦，像亲生他为什么要制作睡魔？他们也是希望说能够透过睡魔来镇压各地的一个厄运，然后为民众带来福气哦。所以我们这一次请到的这个立睡魔呢，其实它是鹿岛大明神哦，它主要就是镇压大地震的。所以我们也祈求金猪呢，大家好运滚滚来，同时无灾无息，没有地震的平安金猪年。这座来自日本青森县的睡魔花灯分做3个部分，用飞轮机运送到台湾，然后搁再组装起来。当时运费就开了将近100万，会当来到台湾相当的难得，大家游客真拢欣赏。当时边仔的宗教花灯区嘛有坐坐猪仔模样的古水花灯，要祝大家猪年行大运，赚大钱。台湾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台南市第2选区立委补选将伫3月16号登场，日前提出农产品产销3尺的郭国文，15号上午特别来到安平，用真鱼的方式向民众呼吁，千万唔通袂记起2当前沙巴鱼外销中国的骗局。庆尚下晡浪拍开假事，15号上午，民进党的立委候选人郭国文特别来到安平，甲市员李启伟做伙来煎乌过鱼。当时郭国文嘛提醒民众，千万莫袂记2年前沙巴鱼卖到中国的骗局。现在国民党的手法嘛，甲2年前同款，应该要来拒绝这种政治的订单。对于现在的农渔产品大家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那个学甲丝木鱼当年的所谓的气奏的这一个政治订单第一年想要订那个2000公吨，但是到后来呢不了了之，最后只剩下19公吨了那如果今天是用市场的路线，我们都欢迎，到哪个国家我们都欢迎。可是如果透过政治订单的方式我觉得就认为其以为不可现在就有一个候选人到处讲说咱去婚林买，去高雄买，拢无要来台南买，嘿，所以讲，若是我出面食来讲呢，我就会当台南卖好出去。这种讲法不是政治订单是什么？是安那伊无要来台南买，嘿，你出来就会当买，别人出来就袂当买，这个政治订单。这款的政治订单世界啦农民讲伊要顾农民的报道，我看有可能是顾中国的不足。郭国文认为，台湾饲沙巴鱼的技术非常优质，市场的眼光不应该只看向中国，应该要将优质的沙巴鱼行销到习惯食沙巴鱼的所在才对。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上任了后，积极推动路边专案，2个月来改善了高雄真济路段。议员林美燕特别召开记者会，质疑为什么高雄做会到，台南却做袂到，希望公务局尽速改善。位伫南区的民兴路是当地真重要的路段，但是长期路面的状况拢无好，加上高雄市长韩国瑜上任后，积极推动路边专案，2个月来改善了高雄侪路段。对此，市议员林美燕嘛提出质疑：为什么高雄做会到，台南做袂到？希望公务局会使赶紧来改善。咱高雄的市长上任不到2个月，咱市民有感入平了。但是咱的台南市市长嘛是同款上任也是一样的时间到底有没有感？咱台南市市民有感了没有？那我以我个人来看我个人的感觉我无感，我无感，为什么？我想民兴路是我几乎天天都要经过的地方打个比喻，就是民兴路。民兴路这个路那么的坏、那么糟的情况之下，已经不止在开会的时候，定期会也好还有透过我们的临时会也好啦，我们一再的跟相关部门在上任的市长团队里面，我们一再也跟他讲，总执行也讲了好几次，金价讲了好几次，这已经好几年的问题了，不是第一年的问题而已是好几年的问题
工务局表示，因为民兴路现在当咧等待台电做电条地下化的工程，台电的部分上紧会伫6月份完工。到时阵，工务局嘛会刷落来继续施工，用上紧的速度，好用路人一个优质的路面状况。同时嘛，针对其他地区的路平，工务局嘛有持续施作，嘛请民众安心。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政府推动智慧家电的汰换补助，除了响应环保责任以外，嘛希望会当刺激消费、拼经济。不过，议员区里的质疑，那107年第一期总共1亿2000多万的预算，竟然半当内执行率是挂零，要求市府爱检讨，敢是因为申请的过程太过复杂。议员区里表示，既然政府有将设备汰换甲智慧家电的补助扩大到徛家这款的美意，就应该爱落实。那107年第一期的计划，总共1亿2000多万的预算，对7月公告到年底，竟然半当内执行率是0，受理申请案件连5趴拢无，除了要求市府检讨。会中家电工会代表嘛认为，是因为申请的过程上过麻烦，无够方便。这方面来讲吼，我是希望我会当来做一个改进，吼，因为事实我目前嘛几件要整吼，甚至我嘛感觉咧有点仔灰啦，我甚至我有朋友到即摆还未清楚咧，所以讲这方面吼，我要拜托咱政府吼，是毋是过来加强，搁即个申请的部分吼，那个会当扩大到一般家用的那个包括节能洗衣机甚至讲拿电视，这个上好啦，这相信的效果会更加好，我们台南市的经发局应该要责成一个比较简单、简单便民，然后让这个电器业者他们甚至于可以来做一个代办。那代办费用就不需要，因为它不是非常这个大面积的这种设备汰换那种这种行政费用应该落实给这个代办的电器的厂商那这样子我觉得才能够做到真正补助住宅跟的一个美意。那今年呢，107年到108年呢，总共有1亿多元的经费补助。我们希望台南市的经发局能够确确实实去做到，而且这个计划是要实施3年。并不是说到今年就终止107年到109年，只要在这3年内，我们的民众来购买绿能节电的这个冷气或者是冰箱，都可以获得3000元的补助。那么我觉得这一来可以让我们绿能在台湾真正的落实，第二也可以活络经济。那希望经发局早点拟定这个非常方便、便民。可以好申请的一个方式，那并且可以把这个代办的程序手续费可以让我们的代办电器业者来做，这样子我想民众购买的意愿也会比较高。对此，经济发展局澄清，补助执行数并不是0，只是换季的资讯也未更新，同时受理甲核定的数量嘛有将近33%。另外，无够便民的部分，因才会进一步检讨，希望大大提升消费者申请旧冰箱甲旧冷气汰换意愿。台南新闻阮志林跟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每一位议员拼选举背后辛苦的付出，不是当事者真歹体会。其中新科议员林义莹，伫选举的期间，就因为伤过疲劳，压力大，曾经断医2摆。
而且嘛因为治疗药物的副作用，互伊伫个选前甲选后体重增加15公斤。虽然暂时身材有走精，毋过强调捍卫女性身体自主权，伊就派着印着老娘就是胖的包包，爱大家莫阁再问啊。这是去年拼选举成功代表时代力量进军台南市会林义莹，不过相信侪目睭较尖、较有咧关心的选民都会发现，选举后伊乃像奔风共款，雄雄明显加足福气。对此议员伫新春团拜以后，大方接受访问。伊澄清并毋是有心，而是选举期间庞大压力甲疲劳，曾经2摆住院，因为治疗过程药物的副作用，在互选前到选后增加要15公斤。就是每个人在不同的时期呢，其实会有不同的身体样貌。那我确实呢是从参选到现在，我体重大概增重了有10几公斤。那这件事情其实蛮多关心我的选民，甚至还蛮多人就会问我说：“咦，你是不是有喜了？是不是怀孕了？”那在这边澄清一下，没有。那以及就是想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说，其实很多对身体上有变化的人，体重上增加的人，他很可能是经历了生病，或是他有其他没有办法告诉别人的原因。也透过这个机会，想告诉大家要我们这个社会其实对肥胖者是有污名的，是有歧视跟压迫的。那也希望大家以后可以在说出口这些关心之前，可以多想一下下。那或许对方现在正经历着某些不是很轻易可以与别人分享的生命过程。那也是想要希望未来我们台湾的社会这个肥胖歧视跟身体压迫的现象可以渐渐减少。我们要接受每个人自己觉得美的样子。当然，讲起体重增加，周边人不管是关心还是其他用意，伊才借出派去东华大学伫性别月所制作的包包，老娘就是胖，直接来踢大家嘴。嘛，因为医生讲，这款后遗症也是正常范围，爱慢慢调理，重点就是控制饮食。所以议员公开拜托，唔通搁再请伊食物件。最后就是感谢一直照顾意莹的各界朋友。那呼吁一件事情，就是看到我的时候不要再拿东西给我吃了。我真的走到哪里都有很多好吃的东西，那我又会一直很想把它吃完，所以这就会导致我身体又越来越胖的呼吁一下，我会自己在控制饮食。谢谢大家。电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配合政府能源转型政策，台湾中油推动智慧力量加油站，伫台南市的第一座台湾电力供应甲都联系统智慧力量加油站14号正式启用。市长黄伟哲表示，期待这座示范站会当快速推广，为台湾力量科技创下新亚。好运旺旺来！再次掌声，恭喜！配合政府能源转型政策，台湾中油推动智慧力量加油站。第一阶段规划2座示范站，2站的设计方式无同款。其中嘉义信义示范站依照厝顶型的太阳能发电系统来发电，透过锂离子电池系统来减能源，搁再依照智慧型 EMS 能源管理系统来进行调节。台南的前锋站是采用着多元的电力提供甲减能系统，分作为产能、储能甲用能这3大部分。配合国家政策，中油牌的这个电池以及布局整个能源的这个转型中油义不容辞。所以今天谢谢大家的支持能够来参加今天的这个启用的这个典礼。那我们并不是全国马上就做，我们先试先行。这2个站成功了以后，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 model 的转移是可以顺利而且成功的达到国家的需求。会中黄伟哲市长也来表示，台南市成为力能示范城市，力能科技不只对着人类有帮助，对着自然环境更加优先。我相信台南市作为一个绿能示范的城市，我们做这个太阳能光电，我们同意备案已经有到去年12月底为止有5148件，装置容量649百万瓦。那每年的发电的度数在8.7亿度，相当于3.2座曾文水库的年发电量。那么
减碳量也达到46.4万吨。其实就跟中油一样，台南市在节能减碳发展绿能上也不遗余力。台南的前锋站不只是呈现未来智慧绿能加油站的规划蓝图，也充分展现出台湾中油面对转型的规划已经做好准备。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每一当市政府借着春酒的机会，会甲媒体互相交流博感情。特别新市长黄伟哲上任以后，有这新的政策，也阁有新聘任的一级主管，拢要介绍互媒体认识。为了感谢大台南所有媒体工作者一冬来对市政宣传甲编辑的辛劳，市长黄伟哲甲所有一级主管中昼特别请大家啉春酒，互新的主管甲大家认识博感情。会中包括乐团演奏甲摸彩抽奖，气氛相当热烈。会中市长肯定媒体发挥影响力，传达正确资讯，让民众伫第一时间就知影的权利。不管我们办聚会或者参会几次，最重要的是大家时时保持联系。平常我相信各位我们新的市府团队，各位应该觉得就是说很多事情的沟通，我们一定尽全力来跟各位配合。不管从市长开始，或是各局处首长，其实大家都希望说在第一时间内把正确的讯息、把澄清的讯息，甚至把道歉的讯息，一定要跟各位来周知。我们希望说能够跟各位做最紧密的配合，因为透过各位的键盘，我想说社会大众能够接受到第一时间接受到最及时、最正确的新闻。因为贴新的市长、新的政策作为，拢需要透过媒体来传达，所以总是希望甲媒体保持良好互动。不过，毕竟媒体是徛伫第四权的角色，也是爱秉春秋之笔，明善恶之辩，不管好歹，都爱互市民知影。第一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在份的天气，温度19度到28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2月15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